头来嘉南的上丰营区弹药库发生爆炸，造成阿兵哥受伤。总统蔡英文伫昨早有去三总看受伤的官兵，也那营区附近有徛架有加油站。即马嘉南市长谢国良是要求国防部爱甲即个弹药库刷走。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表示会去规划，毋过要刷嘛爱照起工。总统蔡英文伫国防部长邱国正陪同慰问家属，强调一定会用上好的医疗，互伤者早日康复。那比较严重这2位，基本上初步处理，现在看起来也都还稳定。短者的一个医疗团队啊，那就希望给我们这些弟兄最好的一个照顾。嘉南上丰营区弹药库日时发生爆炸意外，造成真侪士官兵受伤。国防部长邱国正原来回示咧，其中2个伤势较严重，倒手爱锯掉，后续会做专案编组处理康复加宽药协助，轻伤为免。爆炸心理伤害，原来会做心理辅导，会继续追查事故的原因。唯一在那边，他并没有受到好像打击这种，但他有裂痕，裂痕就代表就弹体有冲出去。但假如说整个碎掉的话，可能伤势不是那这个可能更麻烦。所以从这边也研判了。那个断裂地方可能把这几个人伤到。邱国正表示，这批是为外地岛运到转来的老骨架出来的弹药，拢会定期数量检查。弹药检查的士官兵不是凊彩掠公差，拢有合格证照，绝对袂落错。不过因为营区挖进加油站市场这生活圈，当地民众甲嘉南市长谢国良，拢希望弹药库会当签刷。当然是大家是上愿意啊，对，所以拢较无人大的所在啊呢。弹药库要迁走，已经是蓝绿2党在当地的一个共识，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共识之下，我们可以跟国防部在一定期间内好好协商。对于签刷诉求，邱国正表示，弹药库是因为作战需求，军方有诚意检讨，绝对会遵守弹药库离民家300公尺的规定。若是要签刷弹药库需要时间，有新式的武器装备爱分流做调整，嘛无法度确定倒一年会当完成，必须都要照起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